以色列伊朗甲美国的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，即卖已经要收煞咯，也毋过是阁有真侪风声甲变数。目前上新的消息是，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早起宣布讲正式停火，主要是啥物原因促成这场拍12天的战争有收煞的可能？今仔解报新闻来就请义真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。川宣布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，伫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12点过，双方会分阶段停火。27点钟内，这场维持12天的战争都会正式停战。上新的消息，伊朗的官方媒体是已经宣布停火啊！那以色列这边呢，嘛答应这个停火协议。论军来讲，伊朗的行动看起来是无想要战起来。自美军去帮伊朗的3个核设施，伊朗反击轰炸伫咧卡达的美军基地。那轰炸进前咧，伊朗煞是先去通知美国和卡达，所以外界都认为伊朗的反击可能是为着要顾面子，行一个形式尔。而且中东国家咧是已经对咧开放空袭，这停战的消息应该是真的。拢讲中东的局势真危险，一波大差可能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冲突。做伙来看伊朗这边。以色列会攻击伊朗源头，都是伊朗的核计划。以色列目标都是要把伊朗的核设施拢毁掉。美军嘛有出动装地炸弹去帮伊朗的核设施。虽然外界拢传讲美军敢若碰着空壳，伊朗早就甲原料转移啊。伊朗是原来有材料会当继续发展核武。不过若真实战落去，落水白白沉，全部当头轻，对伊朗来讲绝对是无好处。伊朗先开始是无落软，佮放掉要封锁荷姆兹海峡来威胁美国。这个部分呢，嘛去互美国抢倒转，因为这条水路负责运输全球2成的石油。那伊朗的马子中国，因进口的石油大部分都是为遮来的，而且伊朗的石油主要都是卖互中国，所以封锁海峡唔但会去得失着中国，嘛会害着伊朗因家己。伊朗是更较无可能会安尼做。讲到石油，较早人拢讲中东若开战，上惊石油会起价。不过即届冲突，这石油颠倒是落价啊！因为美国这早就已经是全球上大的产油国家，嘛较袂惊伊朗的战事会影响到能源市场。尤其自伊朗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来，伊朗有几内军事高层互暗杀，甚至传讲有斩首的行动。伊朗的政权倒台危机就愈来愈严重，若阁继续拍落去，国家的实力嘛会愈来愈歹。照川宣布的停火计划，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12点，伊朗会先停火。下暗6点换以色列，明仔载是6点，战争就会正式结束。川嘛呼吁双方唔通反晓，害情势变阁较严重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那个时间交转去互主播。